是阮大家人无分彼此，同心一意，吟诗学乐，敬拜赞美。愿你看重阮的内心诚实的敬拜。主啊，帮助阮大家人有份，大家人拢是主角。阮就是要同心学乐主耶稣基督的降生。阮为着所有服侍者交托主，求你带领因美好的引带。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伫这个寒冷的这个圣诞节，阮大家人有好的保温阮大家人平安顺遂，热切意爱要到你面前，领受这个恩典甲祝福。耶稣基督降生的喜乐，当阮将下面的时间交托你，互阮成就。喂，哎呀，还。
3分钟后直播开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大家平安。咱先来备办心，咱伫搁3分开始。20秒后直播开始。敬拜会开始进前，咱来积极祈祷的时间。今仔日是圣诞节，咱要用祈祷来到主的面前，嘛要用娱乐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感谢神，今天是圣诞节，我们用赞美、用祷告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一起先为自己预备心，为自己来祷告。是的，主啊，我们将我们今天的敬拜交在你的手里。主，我们要以祷告来到你的面前，愿你纪念我们每一个人。那我们在这里祷告的时候，真实的与神你相遇，真是甲主你来相拄。主，我们用这条时光来学乐你、敬拜你。愿将下面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愿咱的祈祷感恩，拢是奉靠主耶稣你的名来求，阿门。所以你生命原来敬拜，为了你的面前来敬拜，也所以你生命原来敬拜，也是你是主，耶稣是主。耶
祷前，咱来读这段经文。咱用圣经用台语来读，诗篇146篇第2节，咱做伙来读。我一生要学乐耶和华，我要活着的时要歌。咱用华语嘛来读一摆。我一生要赞美耶和华，我还活着的时候要歌颂我的上帝。歌颂的伫台语讲学乐咱的耶和华，所以我要邀请咱大家，咱开声来学乐咱的主。主，哈利路亚，感谢你，你是阮的主，你是阮一生靠伫学乐的主，你是帮助阮的主。我们直接献上感谢，伫圣诞节今仔日，阮献上感谢，因为你将你独生的圣囝献予赏赐予阮世间的人。我们学乐你，感谢你的名无煞。主，你是堪伫学乐的主，哈利路亚，学乐主，学乐主，阿门。咱来看下面的经节。来，咱先来念咱台语的部分。我就是光，人入世间，何其那信我的人，无徛伫暗，无徛伫暗内底。咱读华语的部分。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弟兄姊妹，我们感谢神，神拣选我们在万人当中拣选我们，让我们不住在黑暗里面，让我们永远住在他的光中。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下面我们来主前来祷告。我们求主来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常有很多的罪，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谦卑的认罪，特别为我们自己的需要、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健康来献上祷告。是的，主啊，我们到你的面前承认我们的罪。主啊，我们只是卑微，我们来你的面前寻求你，恳求你帮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更多的学习耶稣的样式。主，我们有得罪人的、不讨你喜悦的，求你赦免。主，我们将我们的家庭、我们每一个人兄弟姐妹仰望在你的手里。是的，主，是主耶稣，我感谢你，我谦卑来到你的面头前来祈祷。主，你是阮的主，你是阮永远的光，在你的内面永远都无黑暗，在你的内面，我们要得到永远的生命。哦，主啊，我要将阮家己的罪摆在你的面前，恳求你赦免阮的罪，阮稳捌的罪，拢要在你的面前来摆列。主啊，我若恳求你来祝福阮个人、家庭，也是阮的囝儿，甲阮厝内面大大小小，拢伫主耶稣的平安内面，伫主耶稣你降生的平安内底。主啊，阮感谢你，阮将阮每一个人仰望伫你的手里，阮安尼感恩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你的名来求，阿门。咱来看下面这个经节。下面的经节，咱做伙来念台语的部分。我来是要互你有我，搁有丰盛。我来。国语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你要不要更丰盛的生命？我想大家都喜欢更丰盛的生命。我们每一个人有劳苦，有重担，因为我们要到主的面前来寻求主，来向他祷告。我们来下面的祷告。我们知道在圣诞节的当中，我们不是只有过一个节日而已，过了就忘，在欢庆当就忘了。我要请大家，请咱大家伫这个圣诞节时阵来思考，圣诞节伊真正意义是啥物？敢是欢喜过节尔？咱应该是谦卑等候的心来迎接主耶稣的降生。特别要邀请咱大家伫今仔日来许一个愿望，这个愿望就是来为主传福音。让你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真做一个传福音的人。咱这个时阵来伫这个祈祷内面，咱来甲主讲，我要真做我伫今仔日的圣诞节愿望，我要真做一个传福音的人。咱做伙来为咱家己真做一个传福音的人来祈祷。哦，主啊，我感谢你，我伫你的面前，向你祈祷。我们真做一个传福音的人。哦，主啊，帮助阮
互阮会伫阮的身躯边的人会因着阮来敬拜你。哦，主啊，感谢你，我们真的是喜悦为你传福音。主啊，在这个圣诞节期的时候，让我们更知道我们是属于你的，因而我们要为你传福音。哦，主啊，愿你使用我们每一个人，使用我们的祷告，在我们的祷告当中，真的是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为主传福音，活出神你喜悦的样式。我们同心祷告，是奉靠你的名来求，阿们。继续咱来祈祷。咱要为着教会内面伫判白中软弱的肢体来祈祷，伫酒杯内底你会当掀开。咱嘛要为着咱徛起伫即个无好的环境的百姓、遮个居民来祷告。伫圣诞节的时阵，咱搁较济爱出去关怀人，毋是干那关起来礼拜庆祝尔。咱会当搁去关心你身躯边，遐可能是哀伤的人，心内有苦闷的人。家庭有困难的人，所以啦，要邀请咱大家来为这三项来祈祷。我们一起开口为3件事情祷告。是的，主啊，我们将教会当中有疾病、有困难的弟兄姊妹交在你的手中，愿你亲自扶持他们。主啊，妈妈为着徛起伫遐个无好环境的百姓献上祈祷。伫冬天的时阵，因阁需要温暖的徛起的所在。恳求主保守因、看顾因，互伊伫每一个所在徛起的时阵，有天使来帮助伊，有愿意帮助因人，互因的生活无得到困难。主啊，阮嘛为着哀伤中的家庭，最近有3个家庭面对家人的失去，求主以安慰、怜悯在这些家庭当中。哦，天父，哦，你是安慰的主，求你的安慰就临到那些哀伤的家庭当中，需要你的家庭当中。谢谢天父，我们将他们仰望在你的手里。感谢祷告是奉你的名求，阿们。咱下骹的祈祷，咱要为着咱的教会做伙来祈祷。咱为着咱的牧师、3个牧师，为着咱教会的发展，为着咱团队的发展来祈祷。嘛，特别为着咱的团队的首长的健康来祈祷。特别为着咱主日学青少年的时间祈祷。今仔日主日学伫对面教育中心嘛有大型的圣诞的活动。咱为因祈祷，或者老师佮细囝伫遐参与这个活动的时阵，圣神甲因三角伫地。耶稣降生的平安，就赏赐互每一个囡仔。为着咱拄受洗20个兄弟姊妹，佮伫咱教会这2天所有的圣诞活动，主来带领，佮下暗的圣诞的音乐会，咱完全交托伫手，咱做伙开声来祈祷。哈利路亚！主啊，阮求你祝福阮3位牧者，主啊，阮的牧者拢是你的仆人，伊拢是你所当用的，愿你赏赐保守因。发光的团队，主啊，阮的长子、阮的区长、阮的小组长的健康，拢交托伫你的手，愿你赏赐迄个属天的健康伫因的内面。哦，是主，阮也要将今仔主日学，今仔日伫所有办的活动，对头到尾，你完全带领圣神引带保守，互因伫迄内面会当享受甲主同在迄个平安。主啊，阮嘛将20位受洗兄弟姊妹拥抱伫你的手。是愿你帮助因，互因的脚步永远跟对你。主，我嘛为着教会这2天所有圣诞的活动，搁一摆摆伫你的面前，恳求你帮助带领的老师，也是每一个乐团，拢伫主你的能力内面，你完全来帮助阮，带领阮，愿要将所有的荣耀归乎你。安尼感恩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你的名来求，阿们。咱继续要为今仔日。会敬拜，咱要为咱所有同工来祈祷，求主赐了合一谦卑的灵伫内面，然后将各项各样的恩赐连结在我们的当中。我们一起来为今天所有的服事，站在各方各处服事的同工献上祷告。
天父，我们求你赐下那合一谦卑各样的恩赐，在我们当中彼此连结，好叫我们所有的服事都讨神喜悦。主啊，都是为了要荣耀你的名。主啊，我们谦卑服事你，是为要荣耀你的名。是的，主将这谦卑的服事摆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合一的服事就在我们当中。谢谢主，谢谢主，谢谢主。最后，我们要为今天的崇拜来献上祷告。我们为着这样两堂，我们这样感谢主，教会有这么多的弟兄姊妹围绕在我们的礼拜堂当中，我们一起为着今天的敬拜献上祷告，恳求天父就在当中来圣灵就在当中运行。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主啊，我们将我们今天一堂的这样合堂的圣诞礼拜交在你的手中，恳求天父，你的灵就是降临在我们当中，我们整个礼拜就合神的心意，讨神喜悦。哦，是的，主啊，是的，主，我们赞美你，将今天的敬拜仰望在你手，将牧师今天的讲道、圣歌队的献诗、乐团各样的服事都在神的手中，神的保守当中。谢谢主，赞美你，阿们。咱这位站起来敬拜咱的主，因你的性命，我要来学乐你。耶稣是堪得学乐的主。耶稣因你的性命，阮敬拜你。耶稣因你性命，阮来敬拜。为了你的面前来敬拜。耶稣因你性命，阮来敬拜。也献给你是主。耶稣是主。是今仔日圣诞节时阵，咱个一摆宣告耶稣是咱的救主，是世间人的救主。耶稣是主，困求信心甲希望。耶稣基督是主，耶稣因你性命，阮来敬拜。为了你的面前来敬拜。耶稣因你性命，阮来敬拜。也是你是主。咱做伙宣告，耶稣是咱家己的主。耶稣是主。耶稣是主，困求信心甲希望。耶稣基督是主，耶稣是主，耶稣是主，耶稣是救主，求信心甲希望。耶稣基督是主，困求信心甲希望。耶稣基督是主。兄弟姊妹，咱继续热情来敬拜，热情的敬拜。咱要唱台语哦，哈。耶稣献给公义救主，将献上帝的威廉人。你的听是好天灯看关系，我有奉献不尽的问题。耶稣冠冕将光芒你，看地应要尊贵我论。我也心灵信息的渐渐版，在奔波着的跳来的兄弟。
我的心来敬拜你，用奇妙来回应你的条，哦，我的主，哦，我都仰望你，这情来敬拜你，耶稣。公义救主，将来上帝的威廉的，你的听是好听，光华关心，我有丰盛无尽的温暖，耶稣，欢迎将我。要尊贵何荣？我很心的信心，热情敬拜，这地宝座的条我的上帝，我凭我的心来敬拜你，用奇妙来回应你的条。主，我都仰望你，热情来敬拜你，热情来敬拜你，热情来敬拜你。咱这一切应邀归有咱的主。我们的神是唯一的真神，我们热情的来敬拜，大声的喊耶稣，他是我们的神。有一位真神，他名字叫耶稣，他来到这世界上，为要救赎你。生命的意义尽在这福音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有一位真神，他名字叫耶稣，他来到这世界上，为要救赎你。生命的意义尽在这福音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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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
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今日圣诞节，咱做伙来学乐咱的主。这是华语的哦，咱做来回应耶稣降生，耶稣降生的时候，大家一起回应。耶稣降生，耶稣降生，普天同庆，普天同庆，2000年前，2000年前，为你为我，为你为我，小小君王，小小君王，在马槽里，在马槽里，天使天君，天使天君，报好消息，报好消息。耶稣降生，耶稣降生，普天同庆，普天同庆，2000年前，2000年前，为你为我，为你为我，小小君王，小小君王，在马槽里，在马槽里，天使天君，天使天君，报好消息。让我们一同齐声宣扬，传播大的消息。耶稣降生在世上，使你我有盼望，黑暗中充满亮光。让我们一同齐声赞美，名叫平安的君王。耶稣降生在世上，一切再也不一样。So we say Merry Christmas today。耶稣降生，耶稣降生，普天同庆，普天同庆，2000年前，2000年前，为你为我，为你为我，小小君王，小小君王，在马槽里，在马槽里，天使天君，天使天君，报好消息。让我们一同齐声宣扬，传播大的消息。耶稣降生在世上，使你我有盼望，黑暗中充满亮光。让我们一同齐声赞美，名叫平安的君王。耶稣降生在世上，一切再也不一样。So we say Merry Christmas today。让我们一同齐声宣扬，传播大的消息。耶稣降生在世上，使我有盼望，黑暗中充满亮光。让我们一同齐声赞美，名叫平安的君王。耶稣降生在世上，一切再也不一样。So we say Merry Christmas today。耶稣降生在世上，一切再也不一样。So we say Merry Christmas today。咱来唱，所接唱新圣诗69首，请来忠诚信徒。
的行动，快乐的英勇间，下来，请你来，我来告别你乡。来着去救主，你的君王出世，请来大家敬拜，请来大家敬拜，请来大家敬拜，我主基督，对世上出真心，对更说出情更，你看伊无遐对在泄露传心，小人的身教无对手做出事，请来大家敬拜，请来大家敬拜，请来大家敬拜，我主基督，静静在着手花，着花喜乐乐意，天天剩下来你大家救饮食。习惯的所在，应跟归主我里，请来大家敬拜，请来大家敬拜，请来大家敬拜，我主基督，救主万有努力，你这一切出息，耶稣你命受尽在人更归你，天先命都加有提出息。请来大家敬拜，请来大家敬拜，请来大家敬拜，我主基督。听我的主上帝，阮大家三甲主真，是为了欢喜。我的救主耶稣基督降生，我要同心来学了你，我要来敬拜你。是你主，你是堪的敬拜，你是掌权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天顶的上帝，我因你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带来救恩的记号，带来恩典的记号，也带来让世间人在黑暗中看见光。主，我的上帝。在这个圣日，也是圣诞节时，阮正向你这位三甲主真，是因为主你的听来呼召阮，来吸引阮。我们天上的父，感谢你让我们两堂礼拜弟兄姐妹，大家同心聚集，因为神的恩典，让我们用诗歌敬拜，让我们从心中来歌唱主耶稣的降生。我们要透过音乐，透过敬拜，透过你的话语，一起来勉励。愿神的恩典跟我们同在，圣灵带领我们今天早上的敬拜。感谢主，让我们三甲欢喜两场礼拜合并做伙，无论华语、台语，拢经历上帝你的祝福。阮要学习主教是阮的祈祷文，阮三甲来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你成，伫地里是伫天里。我的日时今仔日予阮赦免我的过犯，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去，
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伊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大家请坐。这时阵，咱备办心，准备咱要来敬拜上帝。咱大声先请奏乐。等你，去里边到外走无？北口走。没办。大只嘛好，等下我讲到时间，咱来去哩就好啊。你大只厝的嘛，毋免搁要献诗嘛吼。请咱看周报启文第39。伫将来的日子，上主的殿的山会建立伫正山的顶面，万国拢会约我来归依。
万民会来讲，咱去上上主的山。伊的道路教示咱，律法会对释安发出。伊会伫列国中施行审判，伊会将刀拍做犁头，即国无搁举刀攻击迄国。雅各的家仔就来，请咱同心码头来祈祷。全能创造万物的主宰，你是万王的王，万主的主，是唯一的上帝。极悬的山峰，甲地上的万物，海甲海中所有的，这一切拢是你亲手创造的。阮爱时常向你献上感恩甲懊恼的祭。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差遣你的独生圣囝耶稣来到世间，为阮来生。佮住伫阮的中间，并且带来恩典甲真理，互阮的罪得到洁净，得到新的生命。伫这圣诞节，每一个所在拢咧比送的圣诞树、灯塔、烟火较水、较悬、较特殊的时，互阮袂记圣诞节真正的意义。恳求天父。互阮无搁互即个世界来引诱，互阮知主耶稣才是圣诞节唯一的主宰，唯一的主角。今仔日阮伫遮欢喜咧庆祝主耶稣基督为着全人类，伫2000多年前来到即个世间，成做人类甲天父上帝好好的救赎恩典。你我正是因为主耶稣。来蒙恩，成做上主的囝儿，这才是真正互人欢喜甲感恩的事。是阮的主，伫即一冬，阮犹原受到疫病的影响、战争的威胁，逐项物资的起价，虽然阮的心内难免有忧虑、惊吓，恳求你加添阮快乐伫阮的心上。想使阮会当有刚强壮胆的心，面对艰难的环境。我靠主安然经过所有的危机。阮会有真侪事，感谢的事，摆咧伫主你的面前，伫阮个人、家庭、教会、事业、工作顶面，阮也好好回想，相信主耶稣恩典满满伫即个内面。阮也有可能拄着破病、心灵无平安，挑战总是一关接一关的来。求听阮的天父，帮助阮会当突破所有的困境。阮犹原要坚定倚靠信息主爱的天父，互阮看到天父上水的旨意，常常用主。伊要叫做以马内利。路加福音第2章第8节。到14节，迄地区有一寡各样的人伫野外，用布包地，和平互地上，用华语来读上帝的话语。好，我们一起。闺女要怀孕生子，并取名以马内利，在伯利恒郊外。有些牧羊人夜间露宿，轮流看守羊群。主的天使向他们显现，主的荣光四面照射他们，他们就非常惊悚。可是天使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有好消息告诉你们。这消息带给极大的喜乐。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你们的拯救者。”主基督已经诞生了，你们会看见一个婴儿
接续咱正式乐队来献诗完，咱请牧师来讲道。列国啊，恁着群情来听，地甲其中所充满的，拢着听，着知无得惊，因为我报恁大欢喜的好消息。行伫黑暗中的百姓，看见大光；徛起伫死荫的地下，有光照因。上帝啊，加添咱的欢喜，因为有一个婴仔为咱来出世。有一个囝相属咱，伊要负担国政，伊的名称作奇妙无事、全能的上帝，永远伫地的爸，和平人君，就是伫大笔的宝座甲伊的国，对打到永远。万军的耶和华的热心，要成这个事。负担超越的使命，因受竞选成做上帝赏赐恩典，予世间人的器具。因无惊吓，充满信心，
尊坦上帝的使者，对因所指示的代志，因做伙准备家己来迎接特别来临的圣子基督。当请听圣经所记载，约瑟的姓系属地大必的家，所以对加利利的拿撒勒城就去犹太，到大必的城，名叫伯利恒的，要甲伊所聘定的玛利亚相甲做嫁嫁。迄时玛利亚已经有身孕，因伫遐的时，生产的期到，就生头前囝，用布包伊，互伊困伫泽里，因为客馆无所在，通用阮因。列国啊，要尽前来听；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应当听。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耶稣，这世界的救主已降生。
神的一切应许，在基督都已成了。为此，我们借着他说阿门，也借着基督使荣耀归于神。这是关于耶稣基督弥赛亚的好消息。这福音要传给全世界，并向每个人做见证。如今我们要做神带给世人盼望和喜乐的器皿。愿在我们一切所说和所做的事上，活出基督的喜乐。圣诞恭喜，耶稣听你，好无？甲大家请安一下。其实咱足侪年哈，才会拄啊好圣诞节12月25，啊拄啊是咱主耶稣的降生，啊咱也伫主日来敬拜哈，通常拢是伫前的主日安尼。啊，咱昨昏真欢喜，咱用热烈的即个圣诞的大聚餐啊，伫遐来庆祝吼。我想足侪人拢会庆过圣诞节，庆过圣诞节吼。啊，
事实咱若是看到世间人的各种的这个历史，也是因的行动有迹期吼，都是安尼。伊就是两种的意思，一种是因为经过一种特别的闹热，互侪人来知影讲有这个节日，有这个代志。但是若伤过头，会发觉讲哇，咱要庆祝的目的煞无去啊，敢若为着食，为着佚佗，为着买物件吼。有一段时间吼，欧洲遐个基督徒在抗议，也是咧bài斥讲，恁美国人甲迄个消费的文化，但是基督徒，特别是在这一个圣诞佳节，纪念主耶稣降生，我们要回到一个最根本的，就是主为何要降生？为何这个是大喜的信息？神啊，愿我们在热闹聚集快乐的时候，纪念这个最根本生命的问题，让我们在主里面重新得到主耶稣降生的喜乐，主耶稣降生来带来的盼望。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大喜信息是咱今日圣歌队因唱的主题。所接这个主题，我要甲咱三个想讲，是安叫做大欢喜的好消息啦咱拿台语的传统的这个圣经，伊是讲，我要报恁大欢喜的好消息。欢喜就欢喜是要个大欢喜。为什么是大喜？你一定要有一点那个好奇，说为什么是大喜？你的孩子考上那个好的学校，我要报你一个大喜的信息。那这个是你家的好消息啊，别人可能被你考上了，我就没上啊，对不对？所以大喜的意思是每一个人都有关系，对每一个人都得到祝福的。这个大喜是长久的，这个大喜是让人生命根本改变的。好，那我们从圣经里面从刚刚读了2段经文下去做一些爬书有这样的一个线索。我们知道以色列这个国家，他们在大卫王传给所罗门之后呢，其实没多久，这个国家就分裂了，叫做南北国比较简单讲就是南北国。南国是犹大，北国是以色列。这个简单的历史大家都了解，大概是在公元前，也就是主耶稣降生前的931年。然后北国在什么时候灭亡呢？在722年，主前722年，一位国王叫何西亚王的时候，被亚述灭亡了。那南国呢，苟延残喘。这2个国家的类似，有一点像，已经亡国了586年。请问580多年是什么概念呢？咱世间人一代一代，咱算较量的差不多25冬，好不好？老爸生囝，囝搁生孙，25冬，那100年差不多4代啦。有的搁较短，较早的人较早结婚那可以说已经很久很久了。耶稣降生的时候是那一种情境，所以以色列的这个国家至少已经灭亡了586年。那我们看到当时的时代的历史的氛围，亡国之民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欺压之下，其实好像就要窒息了，因为在集权的统治那些当地的犹太人的官，或是犹太人的祭司、犹太人的管会堂的犹太人这一些宗教领袖，因为被这种高压统治已经偏差了，所以为什么耶稣在那个时代会责备法利赛人，会责备那些宗教的领袖，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在那种扭曲的人性不自由之下，对上帝的信仰也陷入了危机。所以当时的犹太人敬拜上帝，其实是没有生命的宗教仪式。
那这些背景，是我们在推敲说，神为什么要让主耶稣降生在这个时代？我感觉好像隐隐约约这个环境之下，如果历史再继续下去，大概犹太人可能会消失掉，会消失掉。但是感谢主，这个事情没有发生，那这个是先知以赛亚，他呢做了预言，其实是在亡国之前就开始了。他在分裂的那个氛围之下，他就做了宣告。他知道以色列百姓要面对他们离开了上帝，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要统治自己的国家，他们会遇到这个国家的苦难。所以以赛亚在那个时代就做了预言说，主要亲自赐给你们一个记号，有闺女怀孕生子，并要取名以马内利。那个是在很早很早以前，主前740年就这样宣告了。然后我们看到，后来天使向牧羊人报佳音。路加2章10节说：“不要害怕，我有好消息告诉你们，这消息要带给万民极大的喜乐。我要报恁大欢喜的好消息，就是对天使所讲的这句话。”那从以赛亚这个先知在那么多年前做宣告，然后在天使在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在旷野，在寒冷的夜晚，天使向牧羊人报喜讯。我们来做一个整理，为什么这个是大喜的信息？主耶稣的降生为什么是大喜的信息？为什么先知要在几百年前就宣告说，有一位以马内利要降临在你们当中？第一个，因为耶稣的降生是上帝的圣子亲自降生为人，上帝在天顶的上帝亲自自己做人，在世间做人，早前用自己的人在找神，人在找上帝，人的社会在找上帝，用只是这样看圣子耶稣降生嘛。但是从信仰、从我们的教义来看，是上帝自己成为人呐。所以说，以马内利，他亲自来找人，也能为我们赎罪。那个重点是因为神他没有罪，看到百姓在黑暗中，他就来到这个世界，为了要拯救我们。那这个是最主要的关键。我们长老教会在1985年有这个事，但是成为我们的什么？成为我们的弟兄。弟兄就是咱亲人朋友大家做伙，唔得叫做弟兄。那跟上帝高高在上，那就不是啦。他就说，他就是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也因为道成肉身呐，主耶稣他是不是经过人的肉体的血气。我们看这一段，约翰福音1章14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小黑龙咖喱嗨哦，他说：“我昨天跟谁讲话，跟哪一个神讲话，请不要相信。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就独生子耶稣基督显明上帝。所以你要看上帝。”怎样上帝的意，不然的话你会混淆过去。好这是第一个。讲安那，上帝家己真做人，这是第一个。这是第一个最要紧圣诞节的宗旨。第二，主耶稣拄则咱读过足多摆，讲照着在色女怀孕生囝。到去找寻一个上帝那边摸索嘛，在那边找不到，然后神成为人
他要给你一个新的通道。主耶稣他亲自降生，他不受罪的辖制。换句话说，童女怀孕的意义是什么？是借由圣灵的怀胎，没有人的血气跟罪性。好像它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通道。好像现在你要到国外去，你要有签证，啊，这个身份这个签证没有，你在什么官员大官都进不去，只有这个签证给你。好，我们的主耶稣就是我们得救的签证。以赛亚书另外一句话这样：世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什么叫黑暗中的百姓？不是这个物质性的、物理性的太阳啊，太阳一照出来就亮了嘛。黑暗中就是表示在罪的暗中找不到出路，那看见了大光。我们常常知道说描照耀他们，有主耶稣来了，那光就出现了。人在黑暗中摸索，在罪的捆绑当中找不到出路，因为看见了大光，就有光照耀他们。这是第二个。上帝成为人，第二个是我们主耶稣他无罪降生，所以他是人也是神，因为他不被人的血气所污染。第三个是因为我们在纪念主耶稣的降生，是他亲自显示了上帝的荣光，他亲自展现了上帝，而且他传扬天国的福音。如果没有耶稣传福音，我们不认识啊。为什么当初刚开始耶稣降生没有人理会？是因为大家不认识，唔捌报就对了，唔捌报。而且希律王还处心积虑，主耶稣在30年出来外面，已经预备好了管道，但是人要怎么做？人要悔改，人要悔改。那我们常听这一句会背的圣经16章6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哪里？到父那里去。”弟兄姐妹，当你在庆祝圣诞节的时候，当你在庆祝主耶稣降生的时候，请你记得，因为你是独一无二拿到主耶稣基督给你的这个生命的护照。没有人能抢夺的，也没有什么身份地位，要不要金钱，只要相信，只要接受，而且是唯一的管道。因为只有耶稣，他是神，他降生为人，他无罪，然后他传扬这个福音说：“好啦，我都给你们讲清楚了，请记得，透过主耶稣才有这条道路，才得到真理，才有生命。”就重新再复习说第4点，主耶稣他是以无罪的生命做人类新生命的赎价。刚刚是说无罪，好，到了，在这一点，无罪是耶稣神的事啊，你人跟我什么关系？为什么你的罪会被赎回来？是因为主耶稣愿意为你死，所以主耶稣降生是为了死，哇！不得了！我们在庆祝耶稣降生，对不对？一个新的生命，对不对？他降生就开始往这一条，要赎回全人类的罪的代价，要用死来代赎。我们看马可福音10章45节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你欠了一屁股债，那你的哥哥、你的弟弟是大富翁。”那你天天去他家走来走去，跟他讨好，还讲兄哥啊，我看你袂歹吼，最近趁钱趁真多哦。兄哥讲，你来要创啥？恁兜的代志，我跟你无关系啊。足多兄弟姊妹会安尼对吧？吼，为了财产冤家呢？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不是你的是我的，不是啦。所以，我们说主耶稣无罪的身份是他的圣洁嘛，它是能力嘛，但是重点是我们为什么也能够享受到这样的恩典？是因为他为众人来舍命，
做多人的赎价，那这个爱的能力就产生了，他的救赎就产生了，他的拯救就产生了，他的恩典就普及在每一个愿意接受他的人的身上。这是每一个基督徒最大的宝贵。就刚刚我讲的，我们用人的欠债来做一样描述，你再怎么赚钱都还不完。但是刚刚我讲的是负面的，但是他的哥哥来讲说：“哎呀，弟弟，你投资错误我知道了，要赚钱不容易啊。来，你的债务多少，我帮你解决。”这弟弟从债务缠身变成一个无债一身轻的人，但这个在世上很少见很少见，更何况是生命的债、罪的债，你怎么还？世上很多人为什么他很认真的要修行，要做好事，要做这社会公益，他们是想要赎罪的，他是用他的认真努力要把他罪债把它赎回来。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他是以前从这样的信仰过来的，他们自己的亲身的经验，说我怎么样，这阵都无通食，搁要拍官，要怎么做？你都赚无够，一直贷钱咱进台湾台湾的社会，我们台湾社会现在年轻人为什么会那么对政府无感？就是因为我赚的钱来不及涨价嘛，对不对？来不及物价上涨嘛，我为什么会对你这个政府有信心呢？同样的意思，人继续长有这样的确信呢？耶稣爱我们，耶稣当他完成了这样赎罪的整个过程之后，他升天，然后他宣告说：“你看我怎么样去，也要看我怎么来。我要差圣灵来到你们当中。”弟兄姐妹，咱是稳定的人啦，不2000年前的代志，咱哪还可以记得掉？莫讲2000年2年前、20年前，咱就袂记了啊。因为圣灵怜悯我们人的不足跟软弱，所以上帝也说：如果上帝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属圣灵了。所以基督徒现在我们每一年在庆祝圣诞节用这样的活动，我们昨天那么热闹来庆祝，是因为圣灵一直在提醒你，记得主耶稣为你赎罪，你要接受，你要成为主耶稣的门徒，你的圣灵提醒你的，圣灵让你体会到为什么我们很多弟兄姐妹会做见证？通常是他遇到很多困境，几乎要灭亡那种感觉，被神所拯救，是因为圣灵爱他，让他从黑暗中重新看到光明。以赛亚书32章15节说：“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旷野就成为回田，回田看如树林。”圣灵，你看他的改变，他用这个旷野的现象来做描述。我们也知道撒迦利亚书这一段熟悉的经文，我想邀请大家一起来读这一段4章6节，好不好？预备，来！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所以，如果我们不要说别的宗教，在基督教的范围里面，如果有人说我是天纵英明你来跟我就可以解决事情，你就用这段经文给他讲。乃是依靠神的灵才能成事，没有一个非你不可的人可以改变，只有耶稣基督。这是我们基督徒谦卑的地方。这样讲，没有人敢在众人面前说：“你要靠着我才能得救。”是只有耶稣基督，只有我们的救主。最后，牧师要跟大家分享是，为什么圣诞节是永世救恩的宣告跟应许为什么是这样子？刚刚我们谈的这一些，其实已经大部分答案都出来了。
我要再用一些实例跟大家分享。人类在寻求生命的答案，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个大喜的信息啊？现在科技发达到这种程度，那个 AI 厉害到什么程度呢？我在想说，牧师如果退休的时候还可以开车，不是眼睛还很好，或是反应很好，可能那个 AI 帮我开车。我说，我要去富祥教会，他就帮我载来了哈。你看科技发达到这种地步啦。但是请记得哈，人类遇到生命的困境，这些问题都还在。人们用政治跟管理的方法，想要让这个社会充满了和谐，一片祥和，还是找不到。你用最民主的方法，就是有人会利用民主。所以现在很多国家对民主有一点担心的，因为有人会制造一种办法讲我是民主发产生的，其实变独裁。请记得，我们现在台南现在台南市的市议会也是民主啊，但是就有人能控制民主，你知道吗？所以你说哪一个天纵英明啊？什么民族英雄他用人的方法、管理方法是要让这个社会更祥和。人的罪总是在某一个地方，好像捕狼啊呢，给捕出来啊。你不注意它，不去消毒它，不去医疗它，它就重新发生了。有人说好，我用科技的方法，用人力的智慧可以解决一切事情。我们也都知道现在大家都被3C 绑架了，好像你觉得它能帮助你很多事情，但是你被它绑得更严重。我讲这些你们都了解，意思是说，人类在生命的困境没有办法，因为现代文明那么发达，政治那么的发展就解决事情了。讲一个简单的例子，很有趣的例子，就是我们知道现在中国大陆现在，因为它开放了嘛，就是疫情就不再那个封闭了吧，突然间爆发出来，现在好多人就是不敢数据爆出来而已，很多人染疫，大家抢着买退烧药。那我们台湾现在还能够大家很快乐在这边聚会，牧师还可以不用戴口罩，因为这个政府有允许唱歌跟讲道可以不用戴口罩。那是多少人努力的结果那中国为什么会开放？因为他知道再不来政权会倒啊，因为白纸革命已经出来了。不得已开放，不得已，全中国听说正式的数据是好几亿已经染疫了。那就有一位评论家他讲到，中国他用这种高压统治可以管理人的世界，倒是管理不了。他就用一个故事来描述说，早前其实在毛泽东的时代就碰到过了那个时代叫做大跃进。有没有听过大跃进？咱国中、高中的时候都要上这个怎么样？中国怎么多么苦难？大跃进是其中的一个。当时他们为了解决粮食饥荒的问题，他说最可怕的就是四害。什么四害呢？麻雀、老鼠、苍蝇、蚊子。如果把这些除掉了，我们的稻米、我们的麦子就可以怎么样？米跟麦子就可以大量生产，至少不会被麻雀吃或是麦子，但是它也会吃害虫啊！糟糕，没有麻雀吃害虫，一大堆害虫生的那么快啊，把那些五谷都吃光了，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我在讲不是说在责骂谁，是说当时人用这种方法想要解决社会的问题，但是当时的报道说，大量捕杀麻雀却导致虫害成灾，粮食欠收，出现长达3年的大饥荒，4000万中国人赔上生命，几乎是台湾的2倍。所以他们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到这个主题。主耶稣降生的目的，人的罪。人用各种方法在努力，
在摸索，让这个社会更好。但是我们真的是承认人的有限。当我们承认自己的有限跟不足的时候，主耶稣的拯救才真正临到我们。我们又看到说，无罪才能进入天国嘛。刚刚我们提到，好像这个护照一样。那主耶稣降生就是为了这个，要拯救他的子民，脱离他们的，来互相来勉励哈。有史以来独一无二的诞生，年轻的夫妇生了一个孩子，我们都给他恭喜，对不对？但是主耶稣的降生是无可比拟的，比任何君王跟伟大人物都没办法比，因为这个降生是为了为世人而死，要付上所有世人罪被拯救的，他付上这个代价，他为我们而死。弟兄姐妹，我们要有效，而且持续，而且最后我们做一个结论，或是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自我的一个神性，它才能够成为我们被拯救的一个理由，它才能成为真正世人的赎罪世人的罪。我们再看一下《使徒行传》4章12节说：“除他以外，别无什么样，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证明圣灵怀孕这个是圣的这个恩典也当中，引导他的百姓同享这个救恩，这个救赎。所以弟兄姐妹，感谢主，今天我们2堂礼拜带领我们，你用品都弄好了，到最后忘记他的护照放在他的哪里，要去报道了，糟糕，什么东西都准备好了，就剩下护照没准备。基督徒千万不要白忙了哈！你一直要抓住神的应许抓住圣灵给你的一个恩典。所以为什么我们会一直邀请大家说你要读圣经，要祷告，要一直在神的恩典之下，是因为这个原因。你已经有得救的确据了，但最后却把护照忘了，丢在不知道什么地方找不出来。最近不是有一个人说护照被偷了3次吗？那政府不发给他了，说你看这不重要，就卖出去啊。感谢主，我们每一个是得救的人，我们拿到这个生命的护照，神恩典的护照。我们要一起来唱一首诗歌，来回应神的恩典。这首诗歌是台语的54首，天使歌声对天来，咱要吟1节、2节、3节吟诗煞咱做伙来做一个祈祷。如果有圣歌队或是有麦克风，也可以带领大家唱的哈。有听过但是不熟。台语的，来再来唱。天使歌声对天来，愿做回应滔天爱，美妙声音真响亮，好听到天边的扬。兄弟，主，应更去关兄弟，牧者写书大欢喜，快乐歌声无停止。生命消息的传播，好人称赞当恶乐。主应更去关兄弟。应更去关兄
为咱心生旺。灵更机关兄弟，灵更机关兄弟。感谢主，虽然外口天气真冷吼，但咱感觉伫内底真烧热。啊，这礼拜是上帝。咱求主来接纳咱伫主面前的敬拜，我们要一起做几项的祷告，回应的祷告。第一个，我们听到圣歌队唱的歌声，大喜的信息；听到牧师分享圣经的话语，你在你心中跟神说：“主啊，这个救恩我要，而且靠圣灵的帮助，我要一直持续这个得救的确据，让我走在恩典的道路、蒙恩的道路。”因为它不只是给你一个生命的确据而已，而是让你因为这样，你的生命被改变，你的价值观被改变，你对世上的生活的追求就改变了。愿神给你这样的祝福，让你生命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第二个，今天也是今年最后一个主日了，下个礼拜就是1月1号。我们为过去1年，虽然疫情的干扰，我们很多人不方便工作，不一定很顺畅，甚至有人染疫生病。但是我们要用感恩的心、赞美的心，公主啊，感谢你带领我走过这一年。求主让我们新的一年，就像刚刚我们的敬拜团告诉我们的，我们求一个神迹，求一个确据，求一个神的应许，让我们在新的一年看见神透过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事工。祷告。新的弟兄姐妹，有人生病，有人失去亲人，求主是来安慰。让我们看见这个大喜的信息，就得到神。我们看见主啊，你在我们新的一年能够在今天的敬拜当中的宣告跟信息，大喜的信息是愿意接受主耶稣的所有的人，还是在慕道的？临到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的所祈求的福气，世代美。在一起来奉献。我无比，你所受属报答。在后面，咱来背一个月金符。咱啊台语甲华语拢个来读一遍，来台语，因为有一个婴仔为咱来出世，有一个囝小事咱，伊要负担国政，伊的名称做奇妙魔术，全能的上帝，永远伫地的爸，和平的人君，以赛亚书9章6节。好，我们华语台一起来。我们儿生有意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以赛亚书9。好，我们来看第1页。下礼拜的司礼是李荣谦长老，1月份的职月的长职，前我们有胡信昌长老，还有戴婉如、李荣泰、杨胜吉执事。我们看第3页，上周呢及本周的聚会，牧区小组的聚会，我们自己来看。咱看第4页，
遗体交通。本会第二今仔日9点举行圣诞赞美联合礼拜，咱2堂合并一堂，祝每位兄弟圣诞恭喜新年蒙福。第二点，咱伫沿暗6点半，伫咱的4楼这个所在，也有一个大喜的40的圣诞音乐会。第4点，后礼拜的主日，咱伫2堂的礼拜中，要举行新任的首长，甲第45期的中保大道的同工的车派礼。咱有管弦乐团的团长是高林清长老，献乐队的队长是刘书明队长。第45期的中保大道的同工。第5点，本会定伫12月30日下暗8点到10点10分，伫4楼的敬拜中心举行年终的祷告会，主题是因信而前行，邀请兄弟有备心来参加。第6点，中保大道的征求45期的大道勇士，时间是明年1月7日到4月30。报名是到12月31号截止。第7点，本会定伫12月29举行群雨露的敬拜特会，是延安时的7点到9点半，鼓励兄弟踊跃来参加。咱看。咱的规定。咱伫先生伫1月7日8点咱到举行婚。本会自然组薛家新弟兄与帮家夫伫12月生产取名薛胜容易。本会咱收集个会员的资料，伫1月8号前，咱缴交我们的干事来会诊。还有三里关怀我们雅比斯小组的李仲义姐妹的父亲李崇阳老弟兄，以12月22号蒙主恩召安息主怀。我们在12月31号星期六的早上9点30分殡仪馆入殓火化，还有下午2点办在富贵南山有追思的告别礼拜，请为遗族还有上帝安慰扶持来代祷。上个礼拜我们有一个肖淑玲姐妹是宝贝幸福小组的12月10号安息主怀，我们继续的为家属来代祷。我们看第6页肢体的交通，我们自己来看牧区还有团体的消息。有兄弟注意伫咧牧区、地方台牧区，请咱家己来看。基地交通关怀大道，咱有4点，咱请咱常常为遮来祈祷大道。总中会甲社区的消息，请咱家己来看。咱看第8页后面的精神，若有出入的，请咱甲咱财务部的同工来更正。以上咱请牧师补充报告。你吼，咱有真侪兄弟姊妹特别新的朋友来咱中间，特别是大声来介绍讲咱昨昏有为着咱教会苦明华兄弟举行即个追思告别礼拜，
今日伊的家庭有伫楼顶教主这跟他的家族，你们站起来，站起来，让我们看一下也大家点个头，谢谢大家他们家族都来了谢谢他们继续为他们代祷特别是咱的可是教主这即马脚行动较无方便，求主来保守好，谢谢，咱们请坐，请坐请坐。我们还有新的朋友在当中我们来介绍杨诗恩、杨丰之两位夫妇，是不是到我们当中来？我们拍手欢迎他。杨丰之三位，玉成所介绍的感谢欢迎你再来是赖建仲、翁雅敏、赖荣恩，从台北来的和平教会，欢迎你们，他们也来参加，欢迎好，感谢主再来是，对不起，谢秉成弟兄，欢迎你，欢迎你。再来是赵英奇弟兄欢迎你，欢迎你来参加。我们只合并成一堂我们人聚集很多，感觉很热闹了那期待我们新的一年神的恩典跟我们同在。牧师做几个补充跟强调第一个昨天咱举行这个圣诞爱餐拢总53道过去2-3个月咱伫卫鹏长老的造就，大家都一起参与我们的带领之下，我们的圣歌队乐团侍者我们再次给他们热烈的掌声，谢谢他们。我们会做一个后奏电乐大家安静的感恩祷告，等音乐结束了，我们再离开。好，那意犹未尽，因为今天才唱3首，晚上要再唱3首，所以大家晚上把这个时间再挪出来因为昨天已经庆祝热闹了嘛今天晚上来圣殿我们听我们的乐团，他们6点半就开始了所以较早加来过一个感恩的圣诞的音乐晚会，大家6点半一起来有乐团还有很多的节目一起来分享那还有2个活动请大家来那么恩高教会的会友一起来敬的一个聚会。你如果要感谢神过去1年的恩典，代祷奉献请大家能在这个我们给为了奇妙的扎奇妙愿主耶稣上升带来的上帝，阿门。大家平安好，我们楼下那个咱那个我们聚餐板还在楼下。